你今天可以把我打死，只要你觉得自己够本事，好吗？铁山靠，国术实录中提到过，是国术中各种刚猛爆裂的拳法中最为经典的招式。而这门拳术便是八极拳。八极分为大架和小架，大架是打法，小架是练法装功。只练大架虽然也能出功夫，很能打，但是不能练出内劲来。八极擅长肘击，也是枪术演化来的，以逼当枪，扎到人非死即残。而且八极拳术练到高层境界也有洗髓之法，那就是哼哈二阴。哎呀，可惜还没到洗髓的境界。到了你还能站那儿吗？那个叫王超的小子练得跟唐子晨一样的功夫。真天兼单人，一剑挑发。王教练好样的！王教练厉害！哇，龙蛇合击，厉害！这小子真欠扁。收养不急不急，敢忍敢忍。你赢了，我功夫不到家，再打下去，难道真为了这点屁事你死我活吗？不打了，我输了。哼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两位，你们打的都不错，我做东，今天晚上请你们两位吃饭。好，你功夫很好，我是有备而来，输了不奇怪。不打不相识，一起喝个酒吧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你什么人？花钱的事你要跟我知道。李会长，没问题，去吧，打得不错。